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2月19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准副总统赖清德上午回来到台南，出席立委林俊宪所发起的“灌酒精保护消防，强化公共运输防疫网”记者会。在会中，感谢民间企业的捐赠，为了保护客停车司机的安全，避免民众恐慌，75派防疫酒精随身瓶将率先捐予车站、机场、甲高铁饭店等，拜办客停车司机来使用。准副总统赖清德表示，伊一出国到美国进前，就接到太平洋化工董事长的电话，表示有消毒用的酒精会用的捐赠。加上最近台湾武汉肺炎头一名死亡的案例，佫是白牌车的司机，因此甲立委林俊宪联系，决定将民间的物资首先捐予台南市的客停车司机，希望借此强化公共运输的防疫网。用酒精来护消防。咱的安全网咱的这运输网都会安全啦，咱的运输网都安全。不只是会当保护着咱司机的健康，嘛会当避免民众的恐慌，无伊有可能因此较唔敢来坐客停车啦，安尼嘛会影响着咱的生活啦，所以但是发放的时阵，就是讲伫车头比如讲捷运。伫咱的迄个高铁站，也是火车头，也是机场、大饭店，这有咧走，算讲较有机会去载到外客啦，外县市来，还是外国来的外客，这咱优先来发放。但是量有啦，这个汤董事长咧讲伊遐酒精量有啦，敢若欠干安尼尔。所以换一句话讲咱今仔日领2个干你会当续品呢，敢若像啉咖啡会当续杯免钱安尼咧。你干佫会当摕来进贤家，佫去缀，佫会当来领安尼就对了计程车司机他算是在这个时间点危险的一个状况，政府已经配备有口罩给公共运输的驾驶，有包含计程车司机那如何再进一步来保护大家的健康？所以我们就去找了几位朋友。现在大家知道市面上很难买到75%的消毒酒精，很难买到。你可以买到95%，那你要自己再去稀释。所以我们很感谢我们台南市在地的太平洋化工的汤董事长他无限量，几乎无限量来捐赠我们75%的消毒酒精液。上午的捐赠仪式，就伫立委林俊宪樱花路的服务处出席的，包括有侪位民意代表，佫有台南市客停车商业工会、客停车职业工会，以及侪位合作社的理事长、甲国车队的代表等，因也拢真感谢民意代表发起这项的捐赠活动。提供这个酒精的部分给我们的工会跟我们的司机。大家可以一起来做自我的那个防疫的工作能落实在这里还是谢谢我们的副总统还有我们的委员的帮忙那也拜托我们各车队我们的董事长我们回去也一定要督促我们各车队我们的司机在我们的车子的消毒还有，因为目前口罩，我们的交通部已经几乎是发给我们的计程车是没有问题所以在这里简单的跟各位做一个报告。足感谢咱副总统专程落来，伊无咱台南人放袂记节啦，尤其台南这司机一路行来拢，甲咱副总统拢大家拢系安尼，非常感谢啦。今日对咱客运车司机，因为我是第一线，哎呦，进前迄个司机的费用从啥？表示咱交通部咱个副总统也是咱个委员的这议员拢有注重咱台南车，而且佮一遍的感谢。除了民间的捐赠，另外立委林俊宪嘛伫个立法院
要求台酒公司要扩大生产75趴的防疫酒精，而且交通部伫个未来嘛将计划一礼拜来配送4万罐600cc 的酒精，给全国的客运车司机作为防疫的使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面对武汉肺炎疫情，教育部宣布高中以下延后开学，相对的造成代理老师聘期现接的问题。议员沈振东、吕维英甲蔡小薇上午联合召开记者会，一方面要求代理老师聘期要延长，另外也呼吁教育局对开学以后防疫的物资一定要准备好够。本身嘛是代理教师出身的议员沈振东表示，因为代理教师的聘期一般拢是对8月30到过长工的6月30，一年只有10个月，其他的2个月等于是放无薪假。但因应即届新冠肺炎的疫情，高中以下的学校延后2礼拜开学，相对的嘛影响代理教师的聘期衔接。因此，希望教育局嘛用延长聘期，甚至议员刘元英建议。延长甲一般的教师同款。很感谢我们市长，一直在代理教师的一个政策推动上，期待说可以有一个经费来去做一个，让到他的聘期可以到7月15号。那我们呢也非常期待说，市长做得更好，让我们市民过得更好。那我们的代理教师也是我们台南市的市民。所以呢，我们期待我们的代理教师的聘期拉长，让我们教学的一个正常，让教学正常化之下，我们代理教师的教学也要正常。除了原本应该要延期之外啦，那另外其实我们都知道代理教师的部分，他的薪水一般来说，我们教育局大概都是编列10个月嘛，那也期待代理教师虽然有多了教师代理这2个字，那但是原则上他负责的跟教师其实是一样的一个工作，那这个即便不能同工同酬，我们也期待代理教师的这个任期跟薪水理论上应该要跟教师一样是维持在12个月。除了代理教师的聘期延后，另外议员嘛关心学校开学以后相关的防疫措施，包括防疫的物资是毋是有够。另外，量体温加避免大型的室内集会嘛真重要。开学虽然已经快到了，但是因为我们要量体温，那量体温的时间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会集中在7点20到7点半。那每个学校虽然已经配齐了2支额温枪，那但是我们想，一间学校的那么多上百名、几百名的学生，突然在这短短的10来分钟之内，要这个进入学校的校门，然后量额温，那很有可能会在校门口那来造成大量的这个塞车的现象。我们已经开始了校园的生活以后，定期需要去举办的活动，比如开学典礼，比如朝会、校庆，甚至是毕业典礼，或者是种种的一个这个体育的课程，它需要密集的在一个密闭空间时，或者是体育馆或者是这个教室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加强来宣导这个学生在于卫生观念的部分？对此，市府教育局主任秘书蒋明娟嘛回应，配合教育部延长寒假、缩短暑假的政策，为了学生的学习需求，代理教师的聘期嘛延长到7月14，并且依照实际延长聘期。给付薪水，至于防疫物资、额温枪或者是额温枪，依照市府统一的采购加中央的拨给，平均大约每5班就配1支，应该袂造成学生量体温的困扰。至于大型的室内集会，教育局嘛表示，原则上会先来暂停举办。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讲到咸水，大家拢会想到风炮。其实，阁有一项真出名，就是咸水意面。台南市咸水区农会举办咸水立拍意面新品上市记者会，邀请市长黄伟哲担任总铺师，大力来推荐咸水的立拍意面。盐水意面赞不赞？台南市政府积极推广有机农业。19日甲咸水区农会伫明治市政中心举办咸水立拍意面新品上市记者会，
会中台南市长黄伟哲、农业局长谢耀清、咸水区农会理事长徐焕琛以及总干事邱子轩，做伙来推荐这项咸水农会出产的好产品。那盐水意面大家知道，它从面粉一直到食材，通通都是在地的。它包括国产的高筋面粉，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国产的玉米粉，还有包括我们国产的鸭蛋，还有许多的食材都是国产的。我们觉得其实，在盐水农会的努力下，让我们盐水日晒意面有了新包装，有了新风味。那再加上我们的帅哥番茄，我们知道盐水的番茄是这个盐分的土地哈，所以说甘地它甘马比小喝酱，所以说它有帅哥番茄之称。那加上许多的食材都是百搭的，所以意面配番茄，或者意面加番茄，或者意面加上所有的这个食材，通通都是很适合的。咸水区农会除了推出新包装，同时嘛保留传统制面的技术，并结合创新的口感，就是希望会当吸引更多少年族群。我们盐水区农会呢，这个开发出来的盐水意面呢，是不同于以往传统的一个面体哦。那这一次是用比较粗的一个面体。那另外呢，我们这一次的食材小麦哈，也是我们国产的小麦。那另外呢，因为盐水也是我们的硬质玉米的产区，所以我们也应用了我们展销履历的玉米粉在里面。那还有我们的全鸭蛋的一个制成，所以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制成我们新颖的一个设计包装的面体。那这个里面呢，也有这个我们的调味包啊，所以小家庭或是忙碌的上班族哈，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料理包哈，非常轻便的来做这个料理的部分。那另外我们这一次也有开发了我们的番茄果干，好，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盐水其实是我们的这个帅哥番茄的一个重要的产地，然后我们盐地番茄。那这一次我们也重新的做了一个包装哈，希望我们的这个一整体的 CI 可以把它做起来。咸水立拍意面推出新包装，让消费者伫厝内就当轻松煮一碗美味的意面料理，相当适合小家庭以及少年朋友。同时，为了回馈消费者，价销为原本一包195块，降到只要160块的优惠价销，就等待消费者买来品尝。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预防肠病毒，常常我们会教小朋友湿拖冲捧擦，其实现在也是一样。正确的洗手方法是用水弄湿之后，手背要搓一下，好，把所有的可能沾染这个病菌的地方，或者是飞沫的地方，或者病毒的地方，都要搓干净。接下来把手洗干净，洗完之后呢，这个水龙头也要冲一冲。接下来把手擦干净。噔噔。大家好，我是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中国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大，如果你的亲友从中国回来，请提醒他们，返国14天内有发烧、咳嗽、呼吸急促等症状，请拨打1922防疫专线，提醒国人注意防疫资讯，避免前往有疫情的地区。请大家勤洗手，有症状戴口罩，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世代作家杨富敏、江娥、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你刚从中国大陆回来吗？特别是武汉地区，提醒您，入境如有发烧、咳嗽或呼吸急促等症状，请向机场或港口检疫人员报到。入境14天内如有出现类似症状，请立即拨打1922防疫专线，我们将有专人协助您。就医时务必告知您的旅游史、接触史、职业别及有无群聚现象。勤洗手，咳嗽戴口罩，保护你我健康。为了对抗武汉肺炎，真侪人会使用酒精，或者是含有酒精的干洗手。
毋过医师就提醒民众，酒精会造成皮肤干涩，而且会刺激，所以也是用水来洗手上介好，而且佫会当抹乳液，避免引起富贵手。另外，基美病院中医部也表示，民众嘛会当使用中药做的湿蚊，比较较袂刺激。面对武汉肺炎的威胁，民众除了手买喙掩以外，酒精甲干洗手等手部清洁的用品也成为热门的商品。但医生也强调，手部的清洁上重要就是洗手的时间甲洗手的步骤。现在大家会用一些酒精这一类的，就是所谓的干洗手。那干洗手的话，它的那个秒数大概差不多20秒到30秒。但是假如说像就是用水洗手的话，用肥皂洗手，那就是40秒到60秒。因为大部分的人可能第一个就是洗的时间不够长啊，再来第二个就是洗手的步骤没有做得很完整，所以变得说其实病菌还是很容易残留在手上。那一般正确的一个洗手步骤的话，那我们大概教小朋友就是湿搓冲捧擦嘛，所以把手弄湿，然后开始用肥皂搓，然后最后洗完干净之后，然后把那个水，因为大部分是用水龙头，所以你在关水龙头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弄脏手，所以用水把那个水龙头冲干净之后，然后最后就是把手擦干这样。那但是这样的步骤其实还是比较笼统。那像我们医院里面在推动手部卫生来讲的话，我们至少会有7个步骤，叫做内外夹弓大力丸。那用这样的方式，能够把手上每一个小细节、就是小地方，都能够把它洗得比较干净，这样子。最近也有侪民众常常使用酒精，或者是有酒精成分的干洗手来做手部的清洁，但因为酒精的刺激性甲造成皮肤的干涩，所以互部分的民众出现了手部湿疹的富贵手，或者是接触性的皮肤炎。医生也提醒，如果要洗手，上好是湿洗手，并加上乳液来做好手部的防护。基本上，因为最近病人都会民众都会常洗手。那常洗手之后，因为手部的包括是比如说清洁剂的接触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常碰水啊，都容易让本身富贵手的体质，就是有本身肤质容易有手部湿疹的患者，更容易加重。很多人会为求方便性啊，开始用一些酒精性的干洗手。那其实我们一般的干洗手，其实它刺激性还是蛮大的，尤其是对于本身手部有湿疹的患者来说。那所以一般我们都会建议，如果尽量有水就湿洗手，那如果没有水的话，我们再用干洗手来补足。那干洗手液的话，如果说真的已经使用了之后，我们还是会建议，不管是湿洗手或干洗手之后，这些患者都应该要用一些手部的一个护手霜、一些乳液来做一个滋润的一个动作，这样才不会让手部越来越干燥，那手部湿疹的状况也会越来越恶化。基美医学中心中医部的医师也表示，富贵手除了会使使用中药的调理以外，也会使使用中药制作的药皂来改善手部的症状。我们会选择用中药药皂，是因为它就是自己纯手工制造，它比较油品比较单纯，然后中药也是配合我们的不同的湿疹的一些表现来做选择。那一般我们会等这个皂呢，就是它时间比较久，它的碱性比较少，对手的刺激也比较小。那依照不同的级别，像急性期我们比较需要清理它的湿热的话，我们可以选用3黄，像黄芩、黄连、黄柏相关的药去作为药皂来作为辅助，可以清理它的湿热。那像亚急性期呢，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有点修复，然后又可以就是针对它的这个亚急性的这个病灶来做处理的。我们可以选择像是清代啊，或者是一些珍珠母粉，可以收敛它的伤口。那到慢性期的时候呢，需要那个伤口它比较会比较增厚，然后有色素沉淀，我们就是可以选择就是清热，然后修复，然后让它养血润泽的一些像紫草的方面的手工皂去做配合，会有加强这个病灶修复的一些效果。民间现在也有一种讲法表示，会使伫酒精当中加入乳液来护手，但医师郑百山认为袂使混做伙，上好是一步一步来分开使用，先洗手后来搁摻乳液，才是上有效的手部防护。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最近网络流传中药防疫箱包会当调节免疫力，不过基美病院中医部的部长徐瑶清认为，这种香包目前并无医学实证。其实上界重要也是爱透过调理改善家己的体质，才会当提升对疾病抵抗力。武汉肺炎持续来延烧，网络甲民间也开始流传中药的防疫香袋仔，有的配方讲会使调节免疫力，或者是打造外在的环境，成为病毒无好生存的环境。但不管是倒一种的防疫香袋仔，现在拢无医学的实证。对此，基美医学中心中医部的部长徐瑶清也认为，
这是属于一种外部环境的风雨。其实对中医来讲，上重要的就是透过体质的调整、改善，提升对疾病的抵抗力。在这个抗疫期间大家都会使用各式各样的预防的方式。那防疫的香包，那有各种不同的处方。那我们医院中医部这边，那我们采取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王启教授的防疫香包。那它采用的是藿香、白术、苍术、草果、白芷、紫苏叶等等芳香化浊、那醒脑安神的一个处方那这样的药物，它可以带在身边，放在卧室，放在自己的书桌前面，那它可以达到醒脑安神的作用。那另外，它的药物像贯众，那像藿香，它也有一部分抑制这种流感病毒这样的一个成分在里面。目前我们还没有做人体临床试验那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外在的环境的防护，但是我们中医的话，我们会比较重视人体内在的防护。那我们会比较强调，《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就是说精神内守，那正气从之，病安从来，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在面对外来的疾病的时候，你自己要先定下自己的心，那心不乱，那你的正气，你的免疫系统才会跟着稳定，所以这个是在心理治疗的第一个防御系统，我们要先建立好。医生也表示，对中医来讲，武汉肺炎的病毒是以寒甲湿为主，要调整体质，会使加拍日头、零温补的物件，会使来提升免疫力。这个病毒，它这一次它是以寒跟湿为主，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冠状病毒。所以我们人体要去注意调整这个，你的体温如果是本来就偏低，体力不好，那你虚，那你就很容易中标，然后我们会建议多晒太阳，多喝温水，然后多喝一点点温补的东西，这样对人体会有帮助，可以维持你的免疫力。还有你的人体如果是属于那个湿的环境，什么是湿？就是平常就很多痰，那比较胖。又喜欢喝冰水，那这样你的体内就会比较湿。那你有空就要去吃点薏仁，吃点四神，把体内的湿气利掉。那这样子，你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免疫力。我们是从这样的角度来做一个防范的动作。其实不管是倒一种的防疫方法，上重要也是要做好个人的卫生清洁，勤洗手，注意手部卫生，也才是上重要的关键。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侪云的天气，温度15度到24度，袂落雨。海面电光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2月19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